大气文千万字，逐工要谈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上新的研究发现，今年9月是有史以来第3冠军的纪录，发现极端气候问题已经愈来愈严重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极端的极，读过一极第8条。极的意思就是做安怎？咱讲是至极、极端、极角、极坎、极门加极奇。另外，咱讲上好就是极好。极端的办法或者是手段，咱讲是极法；若是讲做恶质，咱讲是极恶。紧绷的力或者极力，正偏僻有一个词讲是极边。另外，秘诀伫咧古早有一个词讲是极义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极端，意思就是做安怎超过一般正常的情形。第二个词读做极佳，意思就是讲用来形容数量、程度上济是安怎，嘛当讲是上佳上济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比如讲，有的人惯势逐工靠咖啡来提神，啉咖啡伤过极端。根据研究，医生建议一天极佳莫超过2杯，才袂对咱的身体造成负担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极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